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係政府中長期土地供應策略下嘅重要一環，範圍覆蓋612公頃，項目分為第一階段以及餘下階段兩個部分推展。所有基礎設施工程將在2031年完成。第一階段發展嘅地盤平整同埋基礎設施工程已經喺2019年9月起陸續展開，主要提供土地及相關基礎設施作日後房屋及社區設施用途及道路工程，以應付新發展區所產生嘅額外路面交通需求。整個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落成之後，可以容納大約226700新增人口及提供約53100個就業機會。古洞北新發展區鄰近鐵路、公路同埋現有口岸，將發展成為多元化發展中心，集合住宅、商業、研究與發展及農業用途，以及用作自然同埋生態保育嘅土地。古洞北第一階段嘅主要工程包括土地平整同埋基礎設施建設，例如建造白石坳交匯處、沖廁水配水庫及食水配水庫。所有公營房屋用地嘅土地平整工程已經提前完成，並且移交香港房屋協會及房屋處興建公營房屋。第一階段工程仲包括喺古洞北新發展區至到石湖墟進行道路及渠務工程。塱原自然生態中心作為生態教育嘅公共空間，採用多項綠色建築設計，榮獲香港綠色建築議會頒發嘅綠建環評暫定鉑金級認證。位於上水雙魚河同埋石上河之間嘅塱原，擁有多元化嘅生境，係香港高生態價值嘅淡水濕地。呢度亦都係唔同鳥類嘅棲息地同埋繁殖地。約37公頃嘅塱原土地已經發展成為自然公園，用於保育同埋提升現有生態環境，成為新發展區嘅綠肺。粉嶺北新發展區位於梧桐河畔，北面係翠綠嘅山巒，該區將會發展成為河畔社區。居民將盡享優美嘅河畔同埋山巒景致，以及舒適嘅生活環境。項目仲包括喺粉嶺龍躍頭附近建造獲國際滾軸運動總會認證嘅極限運動場，設立粉嶺北社區聯絡中心。為咗分流同埋減低上水或者粉嶺市中心嘅交通，由道路及主要路口進出沙頭角公路，同時滿足新發展區項目帶嚟嘅額外交通需求，我哋正在建造連接沙頭角公路與粉嶺公路嘅主幹道。粉嶺繞道東段工程目前正在施工中，新建嘅道路長約4公里，採用雙線分隔車道設計。我哋率先喺行人天橋建造中採用咗 S960超高強度鋼材，有效咁樣減輕結構嘅重量同埋材料嘅消耗。橫跨現有東鐵軌道嘅行車橋會分成2段建造，以降低鐵路保護區內施工風險，並且加快工程嘅進度。我哋參考咗內地橋梁建造技術，採用轉體施工法，完成呢2段行車橋嘅建造。呢個施工法喺香港屬於首次應用，只係用咗2晚就完成咗轉體跨越東鐵線嘅行車橋工程。為咗進一步減少施工期間嘅碳排放，新建嘅北區臨時農產品批發市場安裝咗太陽能板、綠化屋頂同埋天窗。粉嶺北第一階段發展嘅其他主要工程包括土地平整同埋基礎設施建設，例如興建馬德路同埋安裝隔音屏障，仲有完成咗都市微森林計劃。新發展區工程將會為社區帶嚟多方面嘅效益，除咗提供房屋土地以符合中長期房屋需求之外，亦都可以提供更多樣化嘅社區及公共設施，改善交通運輸網絡，促進經濟發展，保育塱原，建設綠色生活空間。